而家好多老人家嚟到，或者一啲市民嚟到，除咗藥物諮詢之外，佢都好想知道自己而家身體一啲簡單嘅一啲情況。我哋嗰啲攤位咧，就我哋藥劑師學會就會做一啲藥物諮詢啊，同埋一啲藥物講解嘅一啲服務啦咁樣。咁配合埋呢一個我哋一個簡單嘅一個身體檢測啦、檢查嘅話咧，其實就增加咗我哋呢個攤位啲豐富性啦咁樣。呢套系統又可以好快咁樣，又可以測到呢個體重啊、血壓啊，或者一啲其他簡單嘅一啲生理指標啦咁樣。我覺得呢個喺應用上面幾廣泛咧，又係。嚟緊我哋都會有好多機會去對長者做一啲藥物或者健康嘅宣傳。其實我哋都可以繼續咁樣合作，即係等更多長者其實知道佢自己健康情況啦，同埋更加關心佢哋自己健康情況。係啊，冇錯。呢一類型嘅一啲推廣活動嘅話咧，咁其實我哋咁講咧，佢係好貼地。咁因為本身長者又喺生活範圍入邊嗰個圈子入邊啦，長者有時我做身體檢查，我唔需要去醫院喎，或者我唔需要去到診所喎，直接喺一啲簡單嘅場所入邊都可以做到。咁呢個其實就係方便長者一啲生活上邊嗰啲便利啦咁樣。希望未來可以盡量多啲落地咯。其實我自己都覺得係好好嘅，無論係你哋嗰個即係對長者一啲藥物嗰方面嘅科普啦，咁包括我哋而家可以幫佢做一啲健康指標。其實佢知道呢啲嘢嘅時候，佢先可以更加關心自己健康情況，同埋可以更好咁樣去真係做一個預防。係啊，但係冇錯，因為其實隨住呢幾年，因為整體政府都推行呢個健康澳門嘅呢一個方向啦，咁樣希望我哋社團都結合到一啲專業嘅或者科技性嘅一啲配套啦，咁樣可以令到我哋除咗專業之外，有一啲好貼地嘅一啲服務可以俾到長者或者俾到啲市民嘅。好，我哋可以一齊合作，為長者帶嚟更好嘅健康。好啊，好啊。